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幾特別嘅，可能你對於葡萄牙都未必知道嘅嘢啦。咁我哋而家講翻投資移民計劃啦。咁選擇投資移民計劃嗰陣時，邊一啲標準對你好重要咧？嗱，第一最多人揀嘅咧就係獲得公民身份所需嘅時間較短。咁其實葡萄牙就5年就可以申請入籍噶啦。咁同埋而家嗰個新嘅公民法咧，就都係會話呢一遞申請表就可以計嗰5年咯。咁第二就係可以將家人配偶、子女、父母同埋配偶嘅父母都可以申請埋一齊。咁另外最後咧就得到葡萄牙護照啦，可以喺歐盟國家入邊生活同埋工作嘅。同埋第三就係唔需要喺呢度長期居住，係啦。咁有一個建議就係咧，嗰個投資咧，其實佢黃金簽證咧就係5年，投資5年就得噶啦。咁但係我哋都係建議個客咧係攞到入籍或者永居之後咧先遲嚟投資。咁但係而家因為入籍時間都係 around 1年半左右，咁所以可能投資嘅時間就係6年半嘅長度啦。